一直把臣妾视为亲妹妹的董小宛，他竟然比金妃还狠毒，他竟然要害臣妾！皇上，臣妾就这么卑微吗？就这么让人看不起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要像践踏小草一样践踏臣妾？臣妾在他们眼里到底是个怎样的可怜虫呢？皇上，皇上，兰贵妃娘娘失血过多，现在身体很虚弱，她的情绪不能太激动了呀。国珍，听到金太医说的吗？你现在情绪不可以太激动。朕告诉你，他们之所以会恨你，会嫉妒你，那是因为你怀了朕的孩子。你以后还要给朕怀更多的阿哥，所以他们才会嫉妒你，他们才要害你。德妃，她要害你，也一定是因为你怀上了孩子，知道吗？现在朕真的很庆幸皇后娘当初一定坚持不让德妃生孩子。朕觉得皇娘太有远见了。皇上，董鄂是不能生孩子，臣妾为他不知哭了多少次，流过多少泪。臣妾还和他说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臣妾不会也不可能和他争皇贵妃之位。董鄂是明白臣妾心意的，可是他为什么要害臣妾？难道臣妾和她的姐妹之情都是他装出来的吗？皇上，兰贵妃娘娘因为失血太多，身体很虚弱，不能再说了。皇上，国珍，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调养身子。还有，就当从来都不认识董小宛这个人，朕也不认识他。你养好了身子，给朕多生孩子，不可再有轻生之念，好吗？是。臣妾答应皇上，不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。臣妾一定会为皇上生下许多哥哥，还有阿哥。好好休息。万岁爷，奴才还传扣扣、云儿和冯太医吗？不用，一个都不用传。那万岁爷是要下旨杀德妃吗？德妃所犯之罪，铁定是死罪无赦。若不是朕之前对她的情，朕早就下旨处死她了。万岁爷，董鄂氏的确是死罪无赦，奴才不敢劝万岁爷对他免除死罪。奴才只是想斗胆提醒万岁爷，万岁爷日后如想得到心安，是否可以法外施恩，留他一条性命？刘公才，朕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之前如何定德妃之罪，朕还没有想清楚。可是刚才你看到了国珍的那个样子，便已让朕下定了决心，如果德妃她还一再抗拒，一再狡辩，她以为利用朕的情还可以东遮西挡，那朕定要让董小宛魂归江南。
金太医，冯太医，本宫想睡一会儿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这……主子既然要睡一会儿，那云儿便也退下了。云儿，这董小婉都快死了，本宫哪里还睡得着？本宫让他们出去，就是想跟你说说话。坐吧。云儿谢过主子。本宫用尽了所有的心血，终于把这个最强大、最可怕的敌人除掉了。刚才皇上走的时候，本宫看他的眼神，本宫觉得皇上是下定决心了。主子，如果董小婉为了保命而认了罪，这皇上会不会不杀他呀？董小婉是不会认罪的，这么大的罪，她可不敢认。以她的性格，她也不会认这个冤罪。董小婉最后的结局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皇上下旨杀了她。董小婉，你运气好。如果刚才金太医晚去一步，果真就没救了。这一步是果真精心算计好的。如果金太医没有及时赶到，冯太医也会救他的命。不过果真的勇气和必胜的决心，还是令人震惊。朕不明白，你从前跟果真好的跟亲姐妹一样。可就在刚才你进来时，你竟然那么狠心地诅咒他，让他下地狱。果真他那么善良，他真的是心里接受不了，才会割腕自杀。果真割腕前还写了书信，朕看的真是心如刀绞，五内俱焚。主子的勇气和胆魄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呐！皇上可爱极了董小婉，本宫就担心皇上这一心软，留下这个祸患，所以本宫才又下了重手。不过主子的这次计划，再一次的吓到了云儿。这要是有一点差池，主子的鲜血流尽了，就再也醒不了了。有冯太医作为内应，不会有什么差池，一切都很完满，看上去天衣无缝。金太医的禀报，让皇上和皇额娘无从怀疑，也彻底不会再对董小婉有任何的宽恕。这下可好了，主子在这宫里最大的敌人，算是彻底消灭了。等董小婉的死讯传来的那一天，本宫就要好好的睡一觉，再好好的做几个美梦。云儿认为，主子在做着美梦的时候，定是会被笑醒的。朕现在问你，你为何要诅咒果真？
你现在变得，朕跟皇额娘都不认识了。你为何要这么狠毒，那么狠心？德妃娘娘，你要好好想一想，再回答万岁爷。董小宛，朕跟皇额娘在等着你回答呢。说。皇上的话，臣妾不知该如何作答。你以为朕不会杀你的头吗？皇上要杀臣妾的头，那皇上便下旨吧。德妃娘娘，您不能这样跟万岁爷说话呀！奴才求您了，您就认罪吧。来日方长，脑袋掉下来是接不上的。小婉多谢刘公公，还叫小婉一声娘娘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您一定要三思啊！好了。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认罪吗？董小宛认罪。董小宛犯下了滔天大罪，董小宛认罪。太晚了。皇上该下旨判罪了。本宫真想亲耳听到皇上赐死董小宛的旨意。查罪人德妃所犯之罪，令人发指，本该立刻斩首。但朕念起真心悔罪，
又是朕曾经最宠爱的女人。朕姑且留其一命。朕决定，从现在开始，废除德妃的妃位，将其赶出皇宫，永不赦免。来，慢点。娘娘，这就是您的居所，是简陋了些，但还算宽敞。英格尔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罪人，不是娘娘了。你叫我董姐姐吧。好。其实，在英格尔心里面，您一直像我的姐姐一样。姐姐，英格尔这次让扣扣好感动，他说他是皇上的人，也是我的人。为了给姐姐洗脱冤屈，英格尔要跟皇上作对了。扣扣，英格尔怎么会跟皇上作对呢？英格尔只是要想办法让皇上明白，他被骗了，他被天底下最坏的那个女人给骗了。是啊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果真那个坏女人原形毕露。姐姐，咱们进去再说吧。姐姐受了这么大的冤屈，一定对皇上和太后娘娘心生怨恨吧？不，英格尔，姐姐不恨皇上还有太后娘娘，我一点都不恨他们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姐姐竟然不恨皇上，我都快恨死他了。我恨不得让皇上向姐姐下跪赔罪，我恨不得我咬他一口。扣扣，你想想，果真把戏演到这种程度，连自己的孩子都搭上了。他设计了一连串自杀的戏，而且没有一点漏洞。皇上和太后娘娘不相信才怪。没错，刘公公是个人精，都被果真给骗了。我曾经问过刘公公，是否相信娘娘是下毒之人。当时刘公公说，他心里面是完全不信的，可是他看到了这一切，又不由得他不信。刘公公说，他是5分信，5分疑。
柳公公对小婉真是太好了。就算他怀疑，他还是在竭尽全力地保护小婉。其实皇上和太后娘娘对小婉也已经是法外开恩，网开一面。照现在小婉犯下的罪，依律说，小婉应该是斩立决，或者当场赐死。可是皇上只是赶小婉出宫，而且小婉看得出来，皇上在审小婉的时候，一直在竭尽全力的帮小婉找出破绽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能证实小婉是无罪的。只是果真，他这个局设得太深了。姐姐不但没有查清真相，还提供了证据，证实了自己有罪。皇上对姐姐的惩罚已经是最轻的了，而且太后娘娘也没有要杀姐姐的意思。姐姐心里是十分感动的，能有这样的结果，姐姐已算幸运。姐姐真是心胸宽广，善解人意。惩罚姐姐，赶姐姐出宫，我相信皇上心里面也一定是万分痛苦的。可皇上说姐姐的罪永不赦免，就是大赦天下，也没有姐姐的份儿啊。算了，皇上的这句话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本来嘛，皇上这话说得太狠，太绝情了。说到底，姐姐都是被果真害的。回想起果真的种种，只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。董主子，洪大人来看您了。洪大人，洪大人怎么来看我这个罪人？洪师傅，娘娘，洪师傅不要再叫我娘娘了，小婉现在已经是罪人了，您叫我小婉吧。娘娘啊，臣怎么能够直呼你的名字呢？对了，洪师傅，你怎么能来看小婉呢？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你会获罪的。老夫知道了变故以后，一直留意娘娘的动静，知道你被赶出了宫，就让我的马车在后面跟着。洪承畴一把老骨头了，生生死死都无所谓了，获罪呢，就让他获罪吧。老夫打死都不相信娘娘会做出这种事情。娘娘，如今皇上和太后是被一个可怕的女人给蒙蔽了。老夫就是拼上这条老命，都要将娘娘从这个惊天的噩梦里给救出来。洪师傅，小婉多谢洪师傅能来看小婉。你知道吗？皇上现在已经再也不相信小婉了。哭吧，哭吧，好好的哭一场。哭完之后，咱们就商议如何对付那个恶毒的女人。洪大人，英格尔这次是奉旨送娘娘到这里，今后可能很难再见到娘娘跟扣扣。
宫里以后有什么消息，只有靠洪大人告诉娘娘了。殷统领，你放心，如今老夫最大的事情就是帮娘娘抓住真凶。这也是英格尔现在最大的事情。哦不，英格尔现在最想做的是杀了果真。英格尔，你千万不能有一点要杀果真的念头。如果你杀了果真，你和 Coco 便完了，而且我的罪名也就彻底坐实无改了。抬走。这是万岁爷最得意的一幅手书，万岁爷把它取走。奴才猜想，这幅字肯定是跟董鄂氏有关系。是，朕要彻底忘掉董小宛。谁也没有想到啊，董鄂氏居然也起了争位之心，而且还这么狠毒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是弄懂了后宫的生存之道，他是难以抗拒皇贵妃之位的巨大诱惑。万岁爷没有下旨杀他，没有把他关入死牢，万岁爷对董鄂氏真是仁至义尽了。奴才感动不已，感慨万分呐。刘公才，朕对你说实话，如果没有兰贵妃的自杀之事，朕是绝不会下永不赦免的旨意。朕知道，下了这道旨意，朕跟董小宛是永远不会再见面了。洪师傅，英格尔，小婉叮嘱你们一句，在皇上面前，你们千万不能表现出相信小婉的样子。以皇上现在的心态，他是不会相信小婉无罪的。如果让皇上知道了你们相信小婉无罪，你们会有麻烦。所以洪师傅，以后要是您来看小婉的话，也一定要万分小心。姐姐，其实巴达他们几个还肩负着监视姐姐一举一动的任务，不过他们只会向我禀报，而我呢，当然不会向皇上如实禀报。皇上一定想不到英格尔敢瞒天过海。对付果真这种坏人，一定要让他尽快的现形。殷统领知情不报，老夫倾力相助，但是时间长了，皇上总会知情的。那么到时，老夫和英格尔将获得欺君之罪，再也不能够帮助娘娘了。洪师傅，英格尔，你们两位貌似舍身相助，小婉万分感动，可你们一定要小心呢。不光是为了姐姐，也是为了给 Coco 洗清罪名，不然的话 ，Coco 永远没办法成为英格尔的人。娘娘，你对果真这人最为熟悉，娘娘好好想想，在果真那边可不可以找到什么突破口呢？洪师傅，我深深怀疑那个冯太医，为他能帮上果真，他和果真联系密切。如果没有冯太医的配合，果真的那些计划是不可能实施完成的。可我又想，
冯太医为何甘心受果真摆布？按理说，一个太医不可能无缘无故帮助一个后宫的嫔妃。哎，娘娘所言甚是啊。果真耍诡计，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，太医绝不可能上这条船的。看来，要想真心查清这件事情的真相，还得靠刘公公的帮忙。可是刘公公对小婉的事是半信半疑，更何况这件事弄不好是要杀头的。没错，刘公公是大内总管，有些事情英格尔办不到，但是刘公公能办到。只有刘公公肯帮忙，才能帮助姐姐查到事情的真相。行，我就跟刘公公谈一谈，重托刘公公。我也会跟他谈谈，小以大义。主子，冯太医到了。卑职见过贵妃娘娘。快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大功告成，董小宛已被赶出宫，且皇上的旨意是永不赦免。这个董小宛，皇上还真是深爱知己。本宫还以为他会人头不保，没想到他只是被赶出宫去。还好有个永不赦免，本宫的心里也算是踏实了。主子，这董小宛是为了保命认的罪，他心里当然清楚，若是不认罪的话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没想到这个董小宛竟然如此的贪生怕死。娘娘，董小宛拖着永不赦免的重罪之身苟活人世，那是生不如死。那就让他生不如死的看着本宫晋升皇贵妃位好了，再看着本宫走向皇后的宝座。本宫相信，本宫封后的那一天，董小宛一定会活活气死。主子，云儿倒认为这个董小宛撑不了那么久。主子晋升皇贵妃的时候，皇上一定会大赦天下。董小宛在那个时候就会活活的气死。云儿，光是你这句话，本宫有赏。云儿谢过主子。冯太医，依你看，本宫的身子还有多久能恢复？卑职给娘娘配置了最好的补汤补肾，娘娘调养10日左右，即可起床活动了。姐姐，妹妹在床上躺了好多天，昨天才可以起床，今天觉得好多了，就赶紧给皇额娘请安，然后过来看姐姐。妹妹啊，这皇上真是关爱妹妹，下旨不准我们后宫的姐妹去看你，怕影响妹妹休养，所以姐姐也没去看妹妹。姐姐，妹妹在床上躺的这些天，最想念的人就是姐姐你了。那段时间的经历，妹妹真的觉得好恐怖，简直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。妹妹啊，现在这里没有外人，姐姐问你一句话，那在茶水里下毒，到底是你做的局呢，还是这……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妹妹呢？不错，妹妹是想上位。妹妹跟姐姐一样，
都不想让那个汉女子董小宛独受皇上的宠爱。可是妹妹再怎么样，也不可能用这么恶毒的手段去对付董小宛呢。现在妹妹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，妹妹已经是苦不堪言。姐姐，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呢？妹妹，是姐姐说的不对，妹妹快别伤心了。姐姐只是困惑，这董小宛怎么突然做出这么害人的事？是姐姐的错，姐姐不该问妹妹这些。妹妹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是姐姐对不住妹妹，这董小宛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姐姐说的没错呀，这董小宛太让人震惊了。妹妹跟她关系也真是不错，妹妹一直都想不通，她为什么要来害妹妹。后来总算明白了，像董小宛这样表面看起来一点都没有野心的人，实际上才是真正的可怕呀。这董小宛果然是个好戏子，她心机之深，演技之高明，把皇上和皇额娘都给骗了。汉人女子果然比咱们满蒙女子要阴险狡猾、狠毒的太多太多了。是啊，这个董小宛呢，把我们都给骗了。不过还好，现在她也暴露了，也完蛋了。姐姐，有一件事情，妹妹一直都没敢和姐姐说，怕姐姐会生气，也怕给姐姐惹麻烦。现在这个董小宛已经彻底完蛋了，那妹妹想告诉姐姐。皇帝，果真已经好了。他刚才来请安，额娘真是高兴。儿子也很高兴。儿子昨天还去看了他。儿子让他再多休养几天，再来给皇娘请安。这个果真，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？果真很孝顺，只要没事了，就一定会来请安。皇帝打算什么时候晋升果真为皇贵妃呀？儿子想，还是让她再休养几天吧。因为晋皇贵妃的仪式会很累，儿子怕她身体熬不住。皇帝对果真真是疼爱有加。她受了这么大的罪，差点没命，儿子能不疼爱她吗？果真晋升为皇贵妃，可是一件大事。皇帝一定打算在晋升果真的时候大赦天下。儿子没有这么想过。你说什么？这董小宛竟然在联合静妃一起来对付本宫，他们还想把蝴蝶案栽到了本宫头上。哼，这个董小宛野心不小啊！他是想让皇上废了本宫，封他为后啊！姐姐说的没错呀，这个董小宛可不就是这个目的吗？以前妹妹不敢告诉姐姐，是怕姐姐知道以后一定会义愤难当，去训斥那个董小宛还有静妃。如果董小宛再去皇上那边进谗言，那皇上一定会怪罪姐姐，那妹妹也是脱不了干系的。怪不得这个静妃跟本宫说话都是阴阳怪气的，原来是想陷害本宫啊！姐姐，现在这个董小宛也完蛋了，后宫的祸患也消除了，所以姐姐也不必再跟他们计较了。好，本宫不会跟静妃计较的。哼，现在就算是不用本宫帮忙，妹妹也会风风光光的晋为皇贵妃了。待妹妹晋位之后，妹妹可要帮助姐姐，好好的管教一下那帮不听话的嫔妃。姐姐请放心，妹妹永远都是姐姐的人，妹妹永远都忠心的侍奉姐姐。
皇帝这番话，真让额娘有些意外。看来果真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，永远都不及德妃。您知道，儿子对小婉用情很深，但是皇额娘，她现在在儿子心目中已经死了，儿子最珍贵的情感也已经死去。可果真他还配不上大赦天下的分量。等皇额娘大寿的时候，儿子再大赦天下吧。公公，查冯太医的事情有眉目了吗？啊，鹰统领，本公公看在你跟洪大人恳求的份上，你们又不顾性命的维护德妃娘娘，本公公十分的感动。本公公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动用手下最信任的人去暗查此事，现在也查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。公公查到什么？以前冯太医的阿玛是果真阿玛的手下，果真的阿玛对冯太医一家有救命之恩。果真的阿玛去世之后，他们两家就失去了联系。冯太医在宫中做了7、8年的太医，果真封妃之后，冯太医就负责给果真瞧病，两人建立了联系。关于他两家的关系，以前宫中一无所知。刘公公，我认为这个冯太医除了感恩报恩之外，一定也有自己的野心。他一定是看出来，表面天真的果真，其实是个前程远大的厉害角色。